台南金华府一年一度的岁末祝福社会公益活动，伫东区1公里活动中心登场，关进中西区、南区、东区、北区、安南区、安平区1230户的家收入库，每一户1500块，善款高达200多万。今仔日我受人施助，有一个在线人捐200万，互阮金华府来做今日爱心。交代我红包的人是财商部和个人有限公司的柯桂水董事长，真感谢伊，有伊，咱也有实际轻松会咱帮忙小啊遮弱势的人。金华府也捐赠予南台南家扶中心、创世基金会、华山基金会、台南脊髓损伤者协会等8社福团体16万的善款。当港遮的团体代表拢纷纷到场，致敬感谢曾以外，这个市府长官甲在地民代也拢来肯定金华府的爱心。这边一定要提到哈，就是说徐秉煌先生纪念慈善会以及林邦烈先生仁爱慈善会这个共同来捐赠这200万啦哈。我相信啊，其实台南市是这样子哈，我们一定要共同来打造一个最温馨的一个城市啊。我们公庙我们爱心团体一起来做这个社会公益，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希望大家来一起做哈。真的不简单哈，咱金华府其实办咱的整个社会公益活动吼，已经是几来当啊吼。所以会当讲拢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进前拢是伫中西区吼，在做这个爱心比较多。不简单，那很欢迎你们今天终于来到我们的东区了。因为我们东区人口非常的密集，大家公私协力来促成今天这么美好的活动。公部门的资源有限，但是社会民间的资源无限。现场除了发送红包以外，也邀请到米兰时尚发型替长辈进行意见。这也是第5档甲台南金华府来合作，相当无简单。台南金华府也将伫1月6号办理捐款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与。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